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应该嗰度学校比到要长久客家话，佢做设计嘅嗰度佢神奇嘅课程体系嘅教学地方，比到要上啊，等學生嘅可以慢慢的接觸到我哋客家。你今日有請到來賓哦，係高雄市林竹國社會劉耀仁劉校長，還有一定嘅吳美秀吳先生來到我哋現場，以後我哋分享一定睇嘅林竹國社用去推動客家話嘅一種教學。我哋馬上啊歡迎我哋劉校長來到現場。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林竹國社校長劉耀仁，我係故鄉對美濃，還有我哋嘅吳美秀先生來到現場。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嚟自三亞鄉，我吳美秀，以前喺林竹國高附設幼稚園做過先生。想今日我分享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吼，呢個林竹國社吼其實推動客家話推動得幾好啦吼。咁我一開始想問一下講，因為兩位都係我哋咧，我哋講我哋有對嘅客家嘅嗰種肢體啦吼，伊對美濃嘛吼，伊對三亞吼。想問一下校長，我哋客人啊吼，我哋講長江依託啦吼，即係都個平常都在嘅港田吼。然後平常都在讀書，尤其係美濃，美濃博士啦、醫生啦、先生最多。唔同，其實總係我想到開始做先生一件事情。主持人吼，因為爸爸媽媽鼓勵啦，先生吼嘛會鼓勵講支持講做嚟去考師傳啦。另外吼，讀師傳公司採發有公費，實際面做嚟減輕ลูกค้า經濟負擔啦。然後讀書以後從事教育嘅工作，發現自己嘛幾好適應嘅，幾好聽適應嘅向下聊，帶一點人向下讀書教研，幾多知識，嘛幾歡喜嘅事情。咁從你這個對當初做先生，然後喺度慢慢地都考上到高中嘛，你一路差唔多一多年呢？今年都好滿30年啦，從先生做先生、主任高中。今年都30年啦。咁即係講做校長同做先生嘅角度冇同樣嘅吼。係錯。做校長差唔多做幾多年？今年都第16年。做校長做16年。係第16年。咁你幾早都考上校長嘅呢？吼。係16年前啦。係。都先生主任教學咗14年，然後校長做16年。咁做校長同做先生有乜嘅？唔知係幾年咯？差喺哪啊？基本上嗰度共用嘅啦，比如講，不管做先生、主任、校長，事實上大家對生人嘅，對學生嘅關心跟教育嘅理念也一致嘅啦。但是呢，對角色職務扮演上面會下扮冇相同，角度冇相同。伊個班級嘅生人咧，跟伊個學校嘅規模跟經營嘅方式會有某些部分冇相同。喺呢方面嚟講，其實校長喺行政面嘅嗰種資源嗰度啦，冇得講話人哋行政面嘅嗰種支持啊，比如講學校地方有乜嘅資源啊，或冇乜嘅東西，其實校長嘅角色就真係幾重要啦。總係講到，比如講，伊哋係我哋嘅先生，我哋體現嘅先生，教育嘅先生，聽見我哋嘅校長其實佢行政上面的支持其實係幾重要啦。可是我哋而家馬上來問我哋體現嘅先生美秀老師，你當初很樣嘅開始做先生嘅呀？漢細就一個夢想，就想講點樣睇做一個幼稚園先生。一個夢想跟漢細生活經驗有幾大關係啊？漢細我阿爸阿妹係啲鋼鐵人啊，然後你幾無限嚟聽佢講做事，我就聽書照顧我最細露台。因為照顧露台下邊都幾甜幾甜一下我比伊沒有讀嘅幼稚園看先生教學生嘅唱歌嘅講故事。時時我看到先生笑眯眯又比書嘅，又教學生唱歌又跳舞，有時又強上聲音講故事本身也聽，越講越熱鬧。大家都幾快樂，聲音也幾跳。我剛喺露台啲順了可能嘛幾快樂又幾跳我當時就跟自己講，太好，一天都唱嘢呢，做一個本聲人的喜歡的先生，所以一個夢想就嚟變一天嘅深度嘅，陪伴我多睇。嗰時我做一個
本学生诶去听嘛，这个嘛去听的欣赏啦。我迄个你马上去考试啊，还是怎样的喏？没啊，因为吼木卡吼阿爸阿妈学习的生意咧，俺系各种毕业咧哈，俺是面吼，可能冇办法再继续读书啦，所以俺第一年就申请正一学校的安尼高中吼，有报考来读啊。俺也个学校吼，佮照顾穷苦的学生诶，伊本来学费用分期付款，俺又本来伫幼稚园、高中附设的幼稚园吼，做安尼随车大姐姐。俺也工作吼，就平常就爱煮点心，煮当做台湾饭，哈，其他时间就会跟欣赏片书，照顾小朋友一年的生活。虽然也工作过辛苦过无害，不过时时常做欣赏教学生的唱歌的讲故事的声音，我就感觉过快乐过安天，又加过哭天，我加白一天来做一个幼稚园欣赏就安尼。可是，但伊都讲，其实人家喺讲先读书诶，吼，人去做幼稚园的欣赏，结果人第一排读到生意的实际上的教学很样，但是这个唔免多听相反，你已经先接触到现场的情形很样诶，然后咧，人去读书诶，系咪？没，我就去读书，开始去工厂做务工啊，做了1年啊，发现讲去工作方面我志向，所以我第1年就申请安尼。正一学校的高中哈，有报考来读啊。因为我自家深度的地讲，我规划做幼稚园欣赏，所以我就去申幼报考来读啊。咁后人用对幼报考又开始慢慢的行入我哋一般的小学嘅幼稚園。主要哈，我安尼正一學校高中附設的幼稚園哈，第一副業下，有高中畢業嘅，我又免講，我應該再揾一個較好嘅條路啊，所以我又入到安尼附設的結構的幼稚園，喺地位做助理教師啊。當時我哋幼稚園的主任看到我面條累累嘅，佢什麼嚟做事，又佢識細嘢，又佢會帶細嘢咧，又感覺佢有愛心啊，喺我一定上網讀書啊，加班那有可能變成公家真實的幼稚園欣賞。底下主任嘅鼓勵之下我嘛面對去家搶一個高中畢業，做一個真實的欣賞嘛冇可能，所以我就憑着自家的向上學習上的改變自家，所以就參加進修學習研習有關幼稚園考試，我都一定會去考，就安尼一步一腳印經過漫長的學習考試，終身變成幼稚園的真實欣賞安尼。嗰個其實都冇簡單嘅，一方面要工作，一方面錄下又要顧，然後要完成安尼，即個一步一步學習嘅一個過程裡邊。其實我講到一件事情如果想問人家教狀，因為人家幾多年嚟講人家生意呢比30年前的生意呢更聰明，不是講比以前的生意更聰明。教狀咯，你這個年齡你這個對行呢一路行了30年了，你這個我認為講，佢生意真的比以前的生意更聰明。主持人講遐個問題我也是感覺啦30年代但是幾多教育的東西幾多有相同的啦譬如講細人的伊需要欣賞跟父母的關心啦，每個細人嘛有發展的潛力嘛做得教育一般，但是做嘛有的家長會問講，今日細人比以前更聰明因為我們會跟以前的時間細人的知識來來源大部分就爸爸媽媽欣賞，那麼就書本但是呢跟科技設備個發達，還有電腦書記的，所以資訊的來源就越來越強，越來越發達，所以一般家長呢會跟今日細人呢背景比我哋以前的時代的背景，比較以後我感覺今日細人更聰明但是我感覺有幾多地方相同的。像頭其實高中講到兩項因為最重要的事情伊睇到講其實可能30年來細人呢其實冇特別講過聰明，但是因為當初我能講吸收到佢自信的嗰種方法冇重要，以前我能真的都爸爸媽媽然後頂多都看電視，而家學手機啦、電腦啦、平板啦，佢自信幾多，
过夹，吼，马上就查到。但是头头高中有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讲，如果30年来资讯呢，我哋讲拿到程度冇共用，但是生意呢有东西冇变呢，睇到伊个潜力，在潜力。是，听讲也有跟你关系。或者变成讲30年前的生意呢，也还是会有潜力的。希望我哋面前都有用的，优秀的我哋太现实咗嘛哈。还有讲30年后生意呢，其实一定还是有潜力，但是同样一定像30年前的生意呢，同样的关系。其实30年来的生意呢，差不多如同样，但是伊喺关系那个部分，其实喺现场嘅地方，喺下我哋每下我哋呢美术欣赏，伊係样嘅去帶領入嚟30年前的生意呢，同30年後嘅生意呢，休息一下哦，我哋馬上過來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聊高中同人講，其實生意咧30年前同30年後生意咧，也本質上面冇共用。但是教育咯，教育嘅方法係咪冇共用咯？從唔知個咪教我按到嘢咧？30年前嘅教育方法同30年後教育方法係咪冇共用？確實有啲冇共用嚇。像係特別30年前教學生嘅嚇，一般就有50到60嘅生意咧。上課嘅方式就係排錯嚇，就先生講較多生意嘅堂，以安尼單元教學嚇為主，先生跟學生嘅之間咯，佢吸收安尼討論、發表嚇、計劃嚇、操作嚇方面嘅學習，所以生意嘅題安尼課堂方較少有安尼發表嘅機會。因為呢，先生嘅照顧按到嘅生意咧，時間嘅分配又唔大，所以冇法度本年嘅生意都可以有發表嘅機會，所以學習都係弄下食譜嘅練習，我哋以前真是都安尼啦，好，都真的老師都規定講，譬如講我哋150杯，好，150杯其實夾咗150杯啊，然後一下一班方，我像我哋國中嘅話，一下人氣有15班，你呢度50杯，一定人氣有750杯人，咁我覺得其實先生其實50杯冇辦法照顧到按到人啦，但是其他生意咧冇共用啊，因為最近嘅發現講，其他他個人嘅要求師生比要降低，最主要都希望講，其實生意先生冇一下對按到生意咧，其實對嗰種生意嘅話，嗰社會生意嘅話。其實對於先生嚟講，也壓力嘛，唔好按太聽。你講，從頭到我哋高中講，你講其實關係嘛，可以個分到一啲關係冇嗰度學生。我從我每下高中哦，因為我哋今日講嘅都講，讓我哋學校去推廣客家話教育哦。咁從對啲高中嘅立場嚟講嘅話，從客家話教育地步，你即個有乜嘅佈局？冇都講，你即個因為講，睇過時候要推廣客家話嘛，你即個嘅想法係乜？主持人講嘢問題幾好啊！因為見我哋講客話也好，我哋講母語也好啦，也見對介紹地位嘛係重點。除了對講客話嘅口場之外，我哋客家因為對一個林雅區個落沙去，所以本身講河洛話個多。所以呢，一般我哋對介紹推動嘅時間，我哋客講有佢客家話。還有搞河洛話，還有原住民語，原住民語又分到不同的族別，比如魯凱族、排灣族等。對介紹地位其實先生要刻意去營造一種講母語的氣氛，所以尤其講客話也開始對我哋來講，其實對規劃對推動部分，還有環境規劃啦，盡量本身人咧，學生咧對一個環境地位做得去耳濡目染。你等於講，其實唔單止要有一個課程咧，應該講課程嘅一種編制，其實不用生人咧，其實喺日常嘅生活地位，都開始要接觸到一家母語，譬如講客家話來講嘅話，係咪你講唔單止有客家話嘅嗰種課程嘅課本，教本，同時你講不用要教書嘅人。
从刚才的学生诶，平常来到亚非时间，至少一段时间哈，如果马上入去的客家话的一种环境地方，係咩樣的意思？像面相先生，即個你提前嚟教安尼嘅客家話嘛，我們提講，其實連祖國社會嘅客家話教育，其實美秀老師用力幾多啦。你係咪同人哋分享過，當初即個時節，他個人都學嘢下應該冇可能吧？咁即個伊啲學嘢，你從可以推動客家話教育，一開始有多麼困難？其實93年哈就開始進行安尼母語教學，一下也哈都以安尼河洛話為主啊。因為你咧線上吼，攏會講河洛話啊。當時我看到安尼情形，我感覺講，我安尼客家人吼，應該也種安尼義務吼，我講安尼客家話擔任安尼幼稚園的生發地主誒，為聽安尼幼稚園生根發揚傳承安尼。所以當時吼，我就自告奮勇吼，就講安尼教學團隊參詳啊，講安尼嘛可以嚟教客家話吼，大家嘛會贊成。等一下我問一下，嗰時節是有點反對嗎？還是講搞客家話有補助呢？其實沒有那麼補助，因為我係喺安尼才知咧欣賞啊，冇安尼補助啦。其實我哋幼稚園有幾多阿爸阿媽係客家人，唔過唔要講客話，所以冇人反對。我就跟安尼教學團隊吼欣賞參詳，也嘛感覺有道理，安尼嘛應該嚟教客家話吼。所以我就開始面算咧。教嘛嘅，用教嚟就教。面講最起碼嘛要請我哋嚟教呢吼，我又跟先生又在參詳，我哋嚟成立一個母語那個讀書會啦，好，先生講好，所以我哋母語讀書會吼就會分享客家的教學、閩南語的教學的方式啊，所以先生他要就應該差不多要教生人的一些生活招呼語生活的基本的語言所以我都會先教不完，你講應有講，開始進行一下，我就利用早晨頭，細人嚟客教，下主頭歸一下，用客家話嚟跟人打招呼，小朋友安怎？幾個講有閒人嚟了，再見。開始細人會講，先生你講乜嘅呀？會幾好奇啊！還有會跟人講。我哋跟人打招呼用客話跟人打招呼建立客家話基礎還有會利用安尼晨操時間，每日的安尼晨操時間負責帶動安尼客家歌嘅唱跳，晨操時間嘛會融合融入安尼節令嚟進行。還有呢，會利用吃點心的時間，吃點心一下，就會跟生爺用客話嚟講，教人吃點心的禮貌，今日是乜個點心，今日是咧吹乜個名嘅，還有是當主才會分嘛，相同安尼去教，還有帶生爺水當主母嘅係，要教人彈皮、拐皮，整條就安尼基本的生活的用語嘅，還有會利用安尼學習區。布置安尼客家安尼文物童玩，細人嚟教嘅玩具，本身也試驗呢啲嘢，安尼試驗學客話，我會介入去教細人嘅，細人會問人乜嘅，真人嚟繼續跟人講，有客話要講，每個東西都有故事，就係用故事，用故事安尼教細人一時講客話，開始就安尼做。其實我哋咧美秀老師其實講過幾夾啦，其實嗰種把講過詞言但是其實底部有幾多着力幾沉嘅地方，譬如講一開始兩樣嘅標模，佢嘅同事，好多年嘅同事啦，開始讓我開始去學習客家話，按頭都講唔能學習嘅作為一個讀書會，去用教育嘅方式，比如講好多人用嘅教河洛話，然後客嘢用嘅教客話。佢讀書會地步，從對人教養人來講啦吧，教一啲語言嘅方法係咪一天都全部共用？從人對，譬如講嘅讀書會地步，從係咪都講，譬如講教河洛話嘅方法，咪係用安尼生活嘅方法去教，客話咪共用。有個冇猜到安尼客話欣賞做，
好老话就老师老早，好差不多意思啦。啊，你吃饱无？好，那你吃饱了无？好，都差不多，生发的用语哦，都差不多。不是等于如讲，其实一开始我哋先确定的，比如讲我哋今日开始食下来，我如开始要搞学霸哟，好，然后他跟你同事之间有一啲都提供我哋食下来要搞乜东西嘅时间，好，食下来我就开始咧，就是头先讲嘅早晨、暗午，好，尤其是早晨下晝啦，不用好嘅时间，尤其是我哋生意咧，其实一开始唔伫学霸嘅嗰層地步，一天我感覺到講，其實先生你講乜嘅，然後慢慢就1拜、2拜、3拜、4拜，比如慢慢言語講都開始談下都貴順啦，談下都貴順，一路變成一啲貴複雜冇都講，根本冇談過嘅外來語，哦，第二路變日常地步，但係後來有啲講到講，開始日常地步，我哋會聽到人哋建議，我哋節氣啦，嗰啲東西。我都有某個發通嘅時間，我去上去表演。咁從安尼發通地步，我想要問一下教長，比如講從其實幼稚園佢係上緊嘅客家教育嘅時間，其實對於啲教長來講嘅話，唔係因為講喺行政上面冇得講，因為安尼課程嘅設計對你來講唔係贊同冇得講有乜嘅建議。對於啲客家來講吼，尤其有結社又負責有語言嘅客家來講。其實有像美秀主任按用心吼，又按有熱忱的欣賞，實在該難得啦吼。尤其本身有學人，所以在推動一個學霸時間吼，已經是用過太多啦。站在我哋呢做教長角度，有一種主任，有一種欣賞，其實我哋可以歡喜。所以基本上，我經費嘅支持也好，我買嘅教學設備吼。辦理發通嘅時節，嚇下擺本身呢唱歌嘅比賽，水安尼三副，本人可以嚟神奇，佢快樂安尼去表演也好，去比賽也好，或者希望就對客家方吼，那個萬聖節打扮來講啊，吼，又做得融入不同嘅文化，安尼來學習。是對一種欣賞知識該認真啦。係啊，因為我都是想到講，其實你哋兩條路係優對嘅嘛，如果我哋優對種歇後語，你講咪農業睡午覺啦，水當做夢，係水當做夢嚇，乜嘅啊？多壓嘅呀！即係講，都等於講，這個其實係睇工作嘅以外，嚇，另外做事情，但是高中都本伊啲行政上面最大嘅支持，但種人嚟睇教學地方。有嗰種幾神奇嘅故事。有啊，就講神奇嗬，有講啊，就咁個應該講嗬，有一些問題啦，嚇當然有神奇嘅事情啊，就講一啲故事啊，你啲傳統行業係，你就一啲家長就問啊，你做乜唔教英文啊？嚇，英文咩較好嘛？嚇，做乜教客話啊？當時不要嚟英文啦，要安尼怎樣回答你啦？我後來嘛想喺講佢太多嘅傳統嘅道理俾佢，伊嘛冇想聽，要祝福伊嗬，多開眼睛，做乜教客語嗬？多欣賞，雖然你做乜學客語，以為伊聽會啲啊，過咗2年後，有個家長嗬，啲眼睛教客語哦，我媽嘅意見哦，看到我有人嚟笑咪咪啊！原來就讓雖然咧，點解客教佢喺參加嘅行業發通，要佢雖然佢電視好嘛嘅優惠，古嘢哦，我跟冇看人表演分享，佢咪好嘛嘅哦，阿爸按做，阿妹按做，所以家長睇到哇，雖然咯，按會啊，哇，學行業嘛真神奇，所以你買客教有行業發通啊係。本土嘅發通，家長都會嚟參加。看到人就冇乜意見啦，就安尼冇，安尼潛移默化中就影響到家長嘅觀念啦。其實學習吧，係一個長期嘅工作，可能短時間看唔出來，但是慢慢的如果有一些改變，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咪過多個精彩故事哦。
我过来发起来上堂节目，我哋来宾同能够以怎样去推行客家话。我想问一下教宗头一开始是即个有讲其实民族国色以本大的地方太多人好容易。咁你即个想讲头我哋咪有问美秀老师啊，佢讲伊嘅我哋咧同事里嗰度会好容易。咁这样意味讲，佢喺推行嘅客家话教育嘅时间，尤其係睇啲好多不同人嘅一啲地方，唔用去推，去到然後真正用嘅。主持人問嘢問題幾好，因為每個客家伊所在地方無相同，可能漢人沙器，可能河洛沙器，可能嘛對原住民的沙器，但是對客家來講，教育本來就幾多元嘅，所以定係對來鄰注意嘅，我就跟所有嘅家長、先生、學生講，教宗係客人，係故鄉對面咯，對下擺公開講話時間。下擺又會講河洛話，下擺又會嗰時常講建議嘛，下擺又會講客話，嘛會講一兩句原住民話，也就一開始就本客家面的家長也好，先生好，客家教育本來就多元，所以我哋雖然學人，但是我嘛學河洛話，我嘛學幾句原住民的話，安尼就拿從客家嘅心態上就變成講也真是就一個幾多元沙飛，所以家長自然就會接觸講高中就行人，阿姨講推上客話冇嘛我教河洛話安尼。可是等於你高中這個本身你做一個示範，你講其實也都一啲多元嘅沙飛，多元嘅學教，因為以前我哋睇到都以方言做我哋最主要嘛但是你看而家我哋開始有母語教學以後，我哋原住民嘅話河洛話尤其我哋客家話變成國家語言以內，你變成講我哋係一種台灣嘅多元嘅發展地步嘅一種啊。以前我哋都專門用我哋嘅國語，然後等於方言，但是而家我都開始冇有那啲啊高中嘅行人，同埋某個先生嘅河洛人，某個先生嘅原住民，你都我哋嘅沙飛台灣嘅一啲小縮影。其實等於你高中這個本身你展現出來呢多元嘅一種精神。可是喺教學嘅時候，係咪一開始如果用我哋嘅方法，就頭多美秀先生講，我哋開始用我哋節日啦，無論我哋嘅嗰種發通地步把客家人帶入去，但後來嗰種比如有時候教學地步嘅事情啊，咁我哋自然嘅地方咯，係咪話有個進步嘅一種帶入嘅東西啊？我哋99年就有申請資源先生入嚟，佢講教客話。資源先生呢度以下，我就用我哋合同嘅角色，以陪伴新人嚟上客話。資源先生咯，帶俾我哋幾多元嘅呢教學嘅內容，要做安尼詞牌啊，做班嘅啊，做紅班嘅也得有安尼聽可以安尼表演安尼因為向下訓練學生去比賽。按跟資源先生嚟傾下，討論教學法安尼方法如果感覺講有資源先生本來在職嘅先生有幾太鼓勵唔係自己呢單獨啲努力安尼。後來又還有課委會佢很推動我們課語就本來能申請安尼。新傳師的傳習班，傳習班的目的就會配合幼幼闖關，我哋高中103年以來，又將我哋環境改為數位化，上課都數位化，每個先生都有個手提電腦，又還有一個桌上型電腦，所以我哋提安尼新傳班的安尼傳習班的教學生的安尼方法又加個進步，又用安尼自信科技嚟跟學生嘅上課，教師我就用自然的情境學習課語安尼，會佈置學習區，像安尼有節慶熱海，我就會用12生肖生意上升啦一來呢藝術動物的名嘅，二來呢本學生嘅用自家書嘛去學習習，就順便跟環保教育帶入，因為要有12生肖的材料都可以用安尼廢物再利用所以我哋除了我有先生去甲做安尼教材教具
安尼嘛会吼去名录吼，请跟安尼教行业有关的吼书啊，吼啊无就吼有可以本身人的教的安尼游戏吼游戏吼啊故事吼来增加安尼吼教学的一个丰富的教材内容啦。那等于如讲，其实人一方面吼，譬如讲人生意上做好啦吼，譬如讲你教人讲出牛夫都用什么用，咁其实你讲出牛夫都用什么用，做个冇唔係講乜東西，就等於講你用一種雜誌的方法，吼，一方面睇教嘅東西，一方面你講哎呀，迄個量哦，吼，有牛嘅哦，牛嘅都有高吼，然後有羊嘅哦，吼，乜個東西，慢慢就等於用教嘅方法，變為去熟悉下地方啦，熟悉下東西，啊，還用我哋生活地方咯，譬如講頭有哪一啲雜嘅，你起碼嗰時用得到嘅呀。哦，一個好處，我哋介紹新年意思，我哋客家文化，頭擺，哦，我哋農業，哦，我哋比賽，哦，啊，講下啲我哋學習期，哦，啊，新年看到就會幾好奇，會問，誒，先生，一個容易做啊，哦，啊，先生會，哦，聽問伊啊，興趣，我教伊樣做菜，哦，比了解講啊，菜安尼構造，哦，形成，哦，安樣組合，哦，也攏用廢物利用啊。教客家吼，順便跟環保嘛教一起啦吼。順便啊介紹米農嘅製茶啦。唔係搶米農以往嘅故鄉吼，賣有茶嘅吼。啊，還有吼，我哋韓式我跟新爺講，新爺會講喂，拿到有冇佢神奇？哦，因為西大最好啦。我講誒，先生，一個買嘅嘢吼，因為新疆嘅機會跟新爺講，我哋韓式吼玩具一起夾做哦，吼，也要做蔥嘅呀。做蔥嘅。又順便又新爺好奇嘛，又教伊做。所以新年學客家也係因為了解人哋，哦，客家人嘅生活用嘅乜嘅東西，按頭擺新年嘅教乜嘅東西啊呢？我想問一下美秀老師哦，你這個做阿婆嗎？你做阿婆吧？係啊，做阿媽，我們是阿媽。做阿媽啦，我哋基本上做阿婆。咁你這個體育下會教客家話嗎？我見帶孫咧吼，我明日我計講客話，因為我帶24小時嘅，好，明日計講客話，佢自然因為。甚至真嘅要學堂嘅，因為要肢體語言吼，嚟表達語堂嘅時代嘅客話，吼，啊，差唔多一歲吼，就定可以做乜嘅聲，你喺教室 T-shirt 帶到啲人，你可以講，你間 T-shirt 哪一空 ？T-shirt 同地位，以為這樣廿一世紀空嘅 T-shirt 做嘅地位，所以講客話真是就會體驗呢自然嘅環境，哦，一年累積，日復一日嘅累積。可是對人嘅經驗嚟講嘅話，其實我哋講客家學習嘛，其實都係一個最好嘅場所。冇唔錯噶。尤其係爸爸媽媽佢冇得講將做阿媽嗬，唔會講客家，會用客家去同生人嘅溝通嘅話，其實生人都可以自然即係會學習到客家。咁從這個對嘅教育研究嘅經驗嚟講嘅話，而家對人家嘅家長有乜嘅建議？我感覺嗬，家長要推動安尼客家吼，尤其安尼客家人的原生家庭吼，家長應該要扮演一個推動者的角色，就你要跟生爺講客家，要堅持，啊聽見咯，一個支持的角色，有看到某個客家發通啊，就支持生爺嚟去參加，家長嘛要陪伴伊，伊參加當中啊去陪伴伊，因為佢有興趣，因為有信心。還有家長嘛要扮演一個欣賞者，生爺在學客家當中講到唔錯，用建設性的語言去給他調整，我感覺最重要嘅家長要扮演就是為包容欣賞不同的語言，多元的文化安尼。但是問題而家過太嘅問題嚟講，其實我哋而家人嘅客家話教育嘅過太問題嚟講，我哋而家可能連而家爸爸媽媽客家嚟講唔到好，嗰時變貴以後，爸爸媽媽冇辦法像美秀阿媽樣嘅可以教按好，所以我想每一教狀吼，像你這個要觀察講，譬如講幾片好容易嗰度嘛吼。因為客人學客家語嘅，還是好容易學客家語嘅，還是講有乜個差別？對一個客家嘅沙戲來講，一般來講就多用，喺多用，一般
公法就会沟通咩，交流咩，所以就多用，有多用的环境啊吼，一种必用的环境，不管发通也好，课上也好，哦参加表演也好，一定就一个用的环境，啊用的环境是越来越多啊，基本上可能学习一个学法的吼，安尼强调啦，吼，正确性啦吼，会过有吼。基本上也个会过有，但是对于讲学人跟唔系学人来讲啊，吼，也就唔用嘅环境啦，多用啊，基本上就会。所以人哋一般学你买嘅法师来讲吼，一般会踢讲吼，讲嘅唔系个正确，吼唔拉好，吼会讲去讲吼。其实讲法就会做得沟通也好，就像系讲河洛话，讲实在，黑白又唔系个标准，又唔系个流利，但是。多讲啊，大家就会做得沟通，安尼就好，慢一步一步来。如果係個進一步去學習講，個層咩，個正確嘅，咱進一步再來研究咩，再來學習安尼。其實高中師在講到無唔錯，因為其實可能講河洛話嘛好，法語嘛好，無論客話嘛好，其實如果漢語系啊，真係文化共用啦。可是第二，如果我如果基本教一句客話，其實對我來講。其實溝通上面可能冇乜嘅差別，因為睇有啲人嚟講嘛東西。但是對於啲學習嘅人嚟講，我把真正都多學習，真係最重要。咁對於高中嚟講啦，你這個因為母語教育對你嚟講，因為係做乜咁重要呢？學習母語嚟講嚇，伊嚟講就對跟自家爸爸媽媽，跟社區嘅好朋友，就做一個平常嘅溝通跟交流嚇。嘛係感情嘅連結啦，迄陣咯，安尼自然下去講下去，就會變成講一個風俗，一個客家族群嘅風俗嘅延續啦，嘛係自然嘅就文化就傳承下去啦，所以客家嚟講客家啦，其實學習客家唔係一個簡單嘅事情，但是係一個最重要嘅事情。好彩我哋咪要按熱心嘅教育工作者，係咪同人哋推動？今日我感謝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到林主教授推動客家話安重要經驗。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有閒來高雄市做得來眼林主教授有資源來材料。多謝大家。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咱欣賞來運動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永軒，又到係學學運動嘅時間了哦。今日我教大家係拉丁有氧，拉丁有氧節奏同嘅動作教佢教哦，騰上來哦。能準備好嗎？準備好誒，同人熱情的舞動一下哦。好，我們南部開始哦。好了，做一點暖身哦，哈。踏並步，右腳左腳，加上五個減跳4跳分，撈人強呢。前面撈。等下我喺前面行4步，要不要行4步哦？準備好哈，前面行4步嚟。加上踢腳，踢出去，踢，踢。嚟揾通縮嘅哦，緊條，
你夹一条冰绳来，紧条送出去。好，你夹夹送出去。夹个开始来。而家紧條把伊個字哦，英文字母嘅字，上下上下，然後左右搖擺，夾一條天空嚟，下下去，又上來，下去，上。打中剪掉，前面跳奔，夹嘅前跳摇动，不用做，不用做，越放松哦，越放松就会越快。下步，加上五元素来。四，一跳奔，大蛇舞，人体在不抖爱惜的，加油啊，挺好哦！你前面行的哦，师傅的哦，准备哦，一、二、三、四，左右左右，加扭腰。夹掉個一、二、夾點，夾松樹，送出去，前面師傅，好，前面夾點，跳飛。前行后行前行后行，眼位捞起来，一、三、四弯撇，一、三、四前行后行前行后行前行后。行，捞兩條呢？啊，夾松樹，一、二、三、四來彎撇，嚟一、二、三、四，學過嘢冇？行兩步，而家夾松嘅嘢腰嘅哦。好，腳跟xuống來，前面行師傅，準備開始。
减掉。马上唔会输。Chặt cái gì nhé gì nhé gì nhé nó dằn cả nè gì nhé tạ xí lượng ấy tặng ấy xí ấy à gì nhé tặng lao xí cả gì nhé cả son sùng tạ xí lao dằn mấy mắng phút hít hít hiểu hít好，不用打给我打口来。一，来减掉对前面数。三，洗碗片。好，慢慢地烘来。前面行嘞，一、二、三、四。感受你扭腰摆臀哦。减掉。chặt cái lại ý nít chặt ý nít好，你们臀部一打吸吸起来，完片呢，前旁后旁捞两拳。再一次来前旁后旁前旁后旁，忙活休息，吸气，休息，吸气，休息。tập thật sự khi kéo xuống đi前面行来可是一一打七感受扭腰摆臀咯动作再开一些咯整体分动作减掉两个可是一一打一一打臀部来前旁后旁接弯片前旁后旁前旁后旁好，各位觀眾朋友，今天嘅動作大家學過冇？明日愛強身上身下做運動咯，好好運動，安然，下次再嚟了。